办读书会，所以呢，请各位节前大德呢，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去完成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街头教了，也不能说不开业的，还是说有状况来出现。如果身体不太舒服的话呢，我们会有权限，会去找他们，看哪里不舒服呢，都可以来做一个调试。所以或者也不再用各位时间，我觉得现在时间就是解说班规。班规呢，教有教法，佛有佛法。参加这个班呢，同样的也有我们的佛法跟佛规，所以请各位节贤呢务必来遵守。至于怎样加的一个内容呢，我们现在就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经典人师为我们解说我们班规。